咧，就係今日嘅匯景巡遊嘅中途站嚟嘅啫。因為咧稍後時間大樹下天后古廟就會有抽花炮嘅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想知道今年邊一條村抽到丁財兩旺炮嘅話咧，咁大家就要一路跟住我哋嘅巡遊隊伍啊！去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嗰度，咁今日咧較後時間就會有抽花炮。咁不過喺我哋呢個朗藝徑嘅位置咧，雖然我哋就當然會喺呢度抽花炮啦，咁但係我哋其實係有非常之多嘅表演係等緊大家嚟欣賞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想去睇抽花炮，你可以跟住我哋33支嘅巡遊隊伍。你如果係想留喺度睇表演嘅話咧，當然亦都可以留守喺度同大家一齊睇，因為我哋今日有啲幼稚園啦、小學啦、中學生，佢會為大家帶嚟一場接一場嘅表演，一路去到夜晚8點幾、9點鐘仲有表演睇嘅，咁所以完全符合我哋日夜都繽紛呢個主題。總共有33支嘅隊伍。
咧多謝咧馬田村上舞堂啊！咁我哋咧今日有好多舞大龍同埋舞獅為我哋嘅天后娘娘祝壽，為我哋嘅元朗村民祝福。咁啊，今日咧表演嘅隊伍啦，一支接一支，一落接一落。咁喺第23支馬田村上舞堂之後，接住落嚟咧就去到第24隊嘞噃。